65名新任人民陪審員正式上崗。馬鈴薯將成為第4主糧，我市適合其發展種植。歡迎收睇台山新聞，以下新聞嘅詳細內容。市委12屆5次全會對2015年加快法治台山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出咗具體嘅部署，提出要加快推進依法治市，建設法治台山，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嘅建設，不斷提高各級黨組織嘅凝聚力、創造力、戰鬥力。全會提出，全市各級黨員幹部要嚴守黨紀國法，用法治思維同法治方式嚟推行改革，推動發展，規範行為，監督權力，做到強化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要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將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深化執法司法公開、規範執法司法行為，讓群眾喺每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加強社會治理，堅持喺法治框架內解決基層矛盾，完善3級終治信訪維穩平台，建立人民調解中心，構建大調解工作格局，繼續實施3官1司走基層制度，推進1村社區1法律顧問工作，引導同支持群眾理性合法表達訴求，依法維護權益，創建平安台山，依法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抓好安全生產工作，保障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全會提出要全面加強黨嘅建設，不斷提高各級黨組織嘅凝聚力、創造力、戰鬥力，為加快台山發展提供堅強嘅組織保證。重點做好4個方面工作：一係不折不扣落實黨建主體責任；二係堅持不懈改進作風；三係從嚴從實加強幹部隊伍建設；四係突出重點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本台記者朱文星報道。今日上晝，市人民法院舉行人民陪審員任命大會，65名新任人民陪審員接受市人大常委會任命書，正式開始履行職責。市14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9次會議審議通過，任命馬偉忠等65人為市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呢個係我市落實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嘅具體措施之一。目的係通過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讓更多嘅普通民眾參與日常嘅司法審判工作，有利於擴大人民民主，可以借助人民群眾嘅生活經驗、專業知識，幫助法官解決案件難題，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喺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法院案多人少嘅矛盾，有利於充實審判隊伍，推進法治進程。呢次新任命嘅65名人民陪審員嚟自我市社會各界，經公開報名，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選出。佢哋係唔着法袍嘅法官，依法參加人民法院嘅審判工作，係審判庭嘅組成人員，同審判員有同等權利。除不得擔任審判長之外，同合議庭成員享有同等權利。據介紹，落實人民陪審員制度，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增強司法權威，促進司法民主。喺合議庭中，人民陪審員嘅長項唔在於法律專業知識同技能，而係能由普通大眾嘅角度衡量是非曲直，根據生活經驗、情理同道德提出意見，使法院裁判嘅法律效果同社會效果有機咁統一起嚟。據了解，我市依家共有人民陪審員110人。本台記者朱文星、實習記者陳翠雲報道。為咗讓同學們過一個安全祥和嘅寒假，連日嚟我市中小學校紛紛開展各類假期法制安全教育，強化校內校外安全教育。4間學業中學同台城居正中學都邀請市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嘅法官走進校園，開展寒假法制安全教育。法官們利用身邊嘅案例，深入淺出咁剖析咗未成年人犯罪嘅原因同特點，引導同學們如何應對青春期，減少任性，學會同同學、老師、家長溝通交流嘅技巧，更好咁保護自己。
在網絡上輕易相信別人或者發布一些不良的信息。如果遇到一些困難呢，我通常都會向老師、家長或者一些同學聽取他們的意見。為咗切實做好今年寒假學生嘅法制安全工作，市教育局近日亦都發出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學校要認真開展一次安全同法紀教育活動。各學校要喺放假前進行一次快樂學習、平安生活、幸福成長嘅專題安全法制教育，倡導幹正能量嘅假期。尤其要加強學生出行安全及乘車安全、春節燃放煙花爆竹安全、家居使用煤氣電器安全、飲食衛生安全等方面嘅安全防範意識教育，防止交通、火災、中毒、觸電等意外事故發生。教育學生遵紀守法，唔到電子遊戲室、網吧同歌舞廳等唔適宜學生活動嘅場所娛樂。唔少學校亦都通過公約同一封信等形式，建立起學校、家長、學生之間嘅校內校外安全網。要求學生簽訂這個安全公約還要對一些學生呢，利用我們寒假進行家訪，和家庭一起結合進行教育。本台記者張志強、林彬報道。琴日下晝，我市有關部門對2015年迎春花市攤位進行公開派位，49位報名嘅花農抽籤排定72個迎春花市嘅攤位。今年嘅迎春花市攤位派位依舊採取先抽排位號，再由排位號依次排出每個號數嘅攤位位置。成個過程都喺花農們嘅見證下，公開、公平、公正進行。今年嘅花市設喺台城東門嘅美嘉華庭市政道路上，每個攤位面積100平方米。花市由2月8號至18號舉行，花農可以提前2日進場佈展。花農王伯係一位常年靠種植出售花卉為生嘅花農，佢每年都會報名參加迎春花市，已經連續參加咗10幾年。對於今年嘅花市，佢依舊充滿信心。十多次了，很有信心。希望比往年能好一點咯。據了解，今年嘅花市攤位價格同去年持平。前嚟報名參加迎春花市嘅花農有49人，以本地花農為主。順德、中山亦都有花農過嚟，比去年有所增加。迎春花市嘅攤位數亦都由去年嘅53個增加到72個。此外，今年嘅迎春花市區域由於通往白石村嘅道路開通，加上迎春花市期間，美嘉華庭小區可以提供600個地下免費停車位俾前嚟逛花市嘅市民使用，因此預計成個花市較往年會更加熱鬧。本台記者張志強、張玉報道。近日，國家農業部網站發布信息稱，我國將力爭通過幾年努力，讓馬鈴薯逐漸成為繼水稻、小麥、玉米之後嘅第4主糧。我市嘅水土、氣候等條件適合馬鈴薯種植。而馬鈴薯嘅市場效益亦都比較好，值得喺我市推廣。今年台城南坑村委會嘅農戶喺秋收之後種植咗150畝荷蘭15號馬鈴薯，依家馬鈴薯已經有2到3兩大一個。村委會主任陳建壯講，預計呢啲馬鈴薯春節前收穫上市，咁屆時一個大概可以有半斤重，畝產超過4000斤。管理嘅方面咧，會比蔬菜咧都係艱難少少嘅，反正佢種落去，譬如係下肥幫我量，硬子呢冇長啊，需要殺嘅係嗰就很多年夾嗰度少可以少成。據陳建莊介紹，南坑村喺6-7年前開始冬種馬鈴薯，近年嚟面積逐步擴大，依家農戶仲組建咗長葉馬鈴薯專業合作社。合作社每年採購種苗數量，亦都由當初嘅5到2000斤增加到咗今年超過1萬斤。而且馬鈴薯銷售價格穩定，呢幾年都保持喺每斤2蚊以上，效益好好。市供銷社農業經濟師何偉文近年從事馬鈴薯種植推廣工作。佢話馬鈴薯中意冷涼濕潤嘅生長環境，我市屬於亞熱帶地區。冬種期間嘅水熱條件好適合馬鈴薯生長，而且我市大部分耕地土層深厚，土質疏鬆，仲有大量沙質土地，呢啲都係適合馬鈴薯嘅種植條件。冬種馬鈴薯唔單止唔佔用正常嘅水稻種植耕地，而且馬鈴薯生長留低嘅根瘤菌係天然嘅優質肥料，可以減少早造水稻嘅化肥使用量，既減少咗農戶生產成本，又有利於改良耕地土壤。
目前，我市喺台城、白沙、三甲等地推廣優質高產馬鈴薯，種植面積3000多畝，發展潛力好大。何偉文提醒農戶一定要從有信譽嘅公司訂購種苗，因為馬鈴薯種苗脫毒技術唔過關嘅話，馬鈴薯極為容易發病，造成大量減產甚至絕收。我市有部分馬鈴薯種植戶曾經因此遭受過好大嘅損失。我哋呢就係組織嘅馬鈴薯呢，都係嗰啲專業公司個嗰種專業技術去製種，可以確保嘅嗰種自身大片比較少。咁我哋都唔主張個農戶自己留種。本台記者朱文星報導。新聞播送完，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豐網 www.tsb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豐網微信。稍後有百豐沙客，再會。我市一彩民中500萬福利彩票大獎。馬鈴薯網狀爆裂，種植戶血本無歸。